新傳媒 Capital 958上市頻道，現在由鄭先良報告新聞。我國婚姻整體穩定性持續改善，但係數據顯示，再婚以及早婚人士婚後10年內離婚嘅風險仍然較高。社會及家庭發展部發布嘅家庭歧視報告顯示，2014年結婚嘅居民夫婦中，如果雙方都係第一次結婚，大約12%結婚唔到10年就離婚；如果雙方都係再婚，比例則將近19%。報告也顯示，在20到24歲之間結婚嘅夫妻離婚比例最高，其中男性婚後10年內嘅離婚率高達大約29%。濱海市期限即日起到9月5號調整星期五同星期六嘅運作時間，其中每逢星期六延遲到早晨8點半將開始服務。新客運表示，首日整體運作順利。我國出名畫家2015年文化獎中得主蔡明智逝世，國務資經理顯龍在社交媒體貼文悼念佢嘅時候表示，新加坡失去一位文化巨匠。一名14歲少年騎腳車時同一趟汽車發生碰撞，結果被捲入車底受困。熱心路人見狀後，趕緊合力抬起汽車，協助少年脫困。呢起交通意外發生在初本日下晝，地點係裕隆雙葉大道前往裕隆東13街嘅路段。馬來西亞柔佛州選舉塵埃落定，國民戰線取得壓倒性勝利，蟬聯接近。正式計票結果顯示，國親橫掃48個州議席，以超過2/3多數優勢，再次掌控柔佛州政權。希望聯盟只贏得8個州議席，比上屆減少4席。另一方面，國民聯盟遭遇重挫，原有嘅3個州議席全數失守，全軍覆沒。美國在伊朗涉及一艘經過霍爾木茲海峽嘅集裝箱貨輪後，對伊朗發動新一輪打擊。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海軍則再度關閉霍爾木茲海峽，直到另行通知為止。颱風巴威登陸浙江，目前無造成傷亡嘅報告。根據浙江省氣象台消息，巴威初本日夜晚11點20分前後，在浙江台州首次登陸，之後短暫離岸。但係今日凌晨12點，又在溫州落前2次登陸。登陸時中心附近最大風力達到13級。世界盃足球賽消息，英格蘭在複賽雙贏逆轉豪氣，憑中場球星貝林哲姆2度建功，以2-1淘汰挪威，挺進4強。新聞報告完畢。